心月翻嚟啦！心月做咩啊？醫生話我呢啲唔係汗斑，係白色病。白色病？醫生話冇得醫啊！我身上嘅斑只會越嚟越多，我之後仲點見人啊？仲點練空手道啊？傻女媽咪喺度嘛，有病咪慢慢醫咯，總有辦法㗎，唔好自己嚇自己先啦。醫生都話冇得醫啊，控制都只係暫時㗎咋。以前練空手道，無論幾辛苦我都願意捱，但而家呢，我成身斑啊，隊友見到我都驚啦，仲邊有人肯同我練啊？你細細個已經好中意空手道，幾辛苦嘅訓練你都捱得過啦，點可以因為呢個病而放棄咗自己最中意嘅嘢呢？而家係個天都放棄我啊！阿女啊，阿女，阿女，我以後都唔練空手道啦！阿女啊，你出嚟先啦！呢啲嘢我全部都唔要啦！哎呀，心月啊，唔好咁啦，實有辦法㗎。你唔好理我啊！你成日都叫我唔好放棄，但係你知唔知啊？我成世都會係咁噶。媽咪知你辛苦，知你委屈，咁不如咁啦，聽我哋揾其他醫生去問下啦。咁再唔係我哋聽日揾埋教練一齊傾下，實揾到辦法㗎。我唔要傾啊！我唔要見人啊！你走啊！走啊！心月，心月，你出嚟先啦，心月。就算幾鍾意空手道都好，我已經冇力撐返起身。嗱，雖然白食咧就冇一個根治嘅方法，但係不同嘅治療咧，其實咧都可以改善白食嘅情況嘅。例如傳統我哋有一啲外用嘅藥膏啦，包括類固醇藥膏或者一啲非類固醇嘅免疫系統調節嘅藥膏。另外咧，亦都可以透過一個紫外光嘅治療啦，又或者一啲叫準分子嘅激光治療。另外，亦都有一啲嘅黑色素細胞嘅移植手術啊，又或者一啲白食嘅脫色嘅治療，亦都可以改善個情況嘅。喺2022年咧，喺美國 FDA 咧就核准咗一種新型嘅藥膏，呢一類藥膏咧，我哋叫做 JAK 嘅抑制劑，咁可以適用喺12歲或者以上非截斷性嘅白食嘅病人嗰度嘅。部分患者連續使用24星期都有明顯嘅改善嘅。